Hello，大家好。我哋成日食到日本嘅富士蘋果啊、黃林蘋果，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哋喺日本邊度出產嘅呢？大部分都係嚟自日本嘅青森縣。遠處你哋見到一棵棵好似枯萎咗嘅樹，就係我哋嘅蘋果樹啦。蘋果嘅種植過程，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呢？咁由我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。今年3月份，厚厚嘅積雪都未完全溶解，我哋種植園第一步就要幫蘋果樹收枝，做好來年嘅準備。今年青森縣嘅天氣好變化不定，3月份間唔中都落下飄雪，上晝可能出猛太陽，下晝就可能橫風橫雨，行雷閃電。雨過天晴之後，個蘋果園又平靜，望住咁靚嘅夕陽，躺喺長椅上都心曠神怡，疲勞盡失。我哋亦同大家一齊睇下每年由俄羅斯飛嚟嘅候鳥，佢哋一群一群喺稻田上揾嘢食，場景係好壯觀嘅。希望大家都鍾意我條片，幫手分享、訂閱同埋點讚啦！多謝各位。